2月1日是世界母鸡日，教育部选伫即天表扬对本土语言保存甲推展有贡献的个人甲团体，感谢因对母鸡的拍拼甲付出。得奖团体新北市立有赖国民中小学带来精彩的泰雅歌谣表演。1908年合作环东教育所，即阵应用家己的族语，唱出骄傲的歌声。我们就有部落的耆老，还有一些教育的资源的挹注，孩子在这个文化的保存跟语文的部分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。也有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退休教授李金花，毋但伫母语的文学甲教育投入心血，嘛积极推动整合出台语罗马字拼音方案。拼音是即马世界语言书写的即个潮流嘛，已经足少国家无使用拼音啊啦，所以咱是算做伫即个无使用拼音的环境之下，咱一定爱去推广，互伊正做有拼音文字，有迄个汉字。台南瑞丰国小校长黄良成校长兼讲经，退休了后投入台语推广，也希望本土语言会当甲英语同款有平等的资源。教育基层伫国小国中内底。无在调人全母语教学，也毋过要求爱有一定的比例爱全英语教学，是安怎伫台湾这块土地，哪会变安呢？中心奉献奖是今年85岁的台湾南岛语言之父李仁贵，伊表示家己是咧甲时间走表，尽量记录珍贵的语言资产。教育部长潘文忠也邀请大家做伙讲母语，望台湾遮济遮尔水的本土语言，拢会当开出美丽花蕊。记者苏静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